紫山岩喺台北市士林区，喺台北盆地乡一处土里碑矮山呢，面积差唔多10公顷。6000年前，台北盆地还係一個鹹水湖，佢當時流出湖面呢，像紫山、陽山、寶塚岩也三個高嘅矮山呢。佢當時嘅人類都睇下落錯嘅，因整個鐵皮的文化過程，紫山岩有豐富嘅地質生態景觀，也產生了鐵皮的歷史人文風貌。唔過更加引來因都市化嘅，按多嘅大樓會吞入到風景凍鏘鏘嘅。300年的老種樹就企喺山頂上，只有吃菜葉生長。碰面樹喺插瓦嘅上跳上跌落，當土色的特色有嘅花，一隻比唔係乜嘅高山，係台北市重要嘅生態龍頭紫山岩。紫山岩位於士林區，再往北就是陽明山跟大屯山系，所以這個生態廊道的定義就是狹義的講，在陽明山或大屯山的生物有機會借由紫山岩進入到沿着雙溪進入到台北市。那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生態廊道。一座細細嘅山度有250種嘅植物，早期日本人很將一個地方指定做天然紀念物。一隻比除了有大麻頭嘅樹嘅，士林地區將以為大自然族，還看得到生長喺海船嘅海岸植物，根治呢紫山岩嘅改變。某些海岸植物，舉例講說，像大肉刺、皮孫木這些，會出現在台北市市區的一個小山坡上面，這就簡單的說明，台北原先確實就是台北湖。紫山岩係台灣第一個發現史前比較嘅地方，睇下嘅海拔將51.8公尺，面積大將10公頃嘅小山呢，所保留嘅唯一台北幾萬年以來人類下個土地嘅關係。喺台北模糊嘅水退去嘅過程當中，慢慢嘅累積嘅其他文化層，最主要保存嘅紫山岩文化和個鹽山文化也兩層的史前文化。紫山岩在考古這一塊呢，它可以見證了早期台北盆地還是湖的時候，從6000年到現在，人類在這個湖水區域活動的一個遺跡。有7個文化層，而且遺留很多當初在不同文化層的工具器皿，也就是人跟土地的互動。在這邊你可以找到印證，所以佢要緊就係其實個地點是在表現按多無空間的時代人類嘅發展，所以特色中嘅地理嘅素材真好帶人嘅素材，可能心嘛真豐富，帶嘛唔係飲水，飲係自己設計嘅山，飲係真安全嘅素材。紫山岩除咗親有考古嘅價值以外，還有豐富嘅歷史和個人文。早喺1993年就列做係國家二級古蹟，嘛係國家第一座文化史蹟公園。其實紫山岩呢個素材佢指定係因為一個廟，就是惠濟宮，一個愛門，一個個門豐收嘅門，過來清代都係一個。幾千年以來，幾萬年以來，人類發展嘅素材，遺址，佢3項向指定。同時，其中嘅惠濟宮還有見證呢漢移民遷入嘅歷史，嘛留下嘅當時期嘅故事。惠濟宮呢，是建在1752年，到現在已經有264年的歷史了。那它在68年劃入成為國家的3級古蹟。漳州人變泉州人呢兩種嘅人一種帶到艋舺，一種帶到士林跟以前爭權械鬥和平跟相打以前為到搶地盤相打嘅時候，跟住個傳說講那開上聖王廟咧為那點火落去對啊，艋舺嗰邊做個火小屋所以以前係看得到頭了紫山岩面的還看得到，就係艋舺嗰片艋舺嗰片咪看得到士林嗰片。紫山岩有重要嘅史前文化遺跡，記錄嘅漢民族移民嘅歷史，又有自然生態嘅價值。不過，沙邊唔樣開發嘅怪樹，等台北市迎來熱鬧熱，惠濟宮無法度在個梁對面嘅看到龍山寺。
蔡天人韩国复杂就少，自山岩为本高甜甜的大楼木枪枪。现在景观价值比较缺乏，因为周边的建筑物越来越高。早期的话，山林上有炮台，它代表的视野辽阔，可以保卫到士林官邸甚至更远的地方。但是目前来讲，随着建筑物的更新，慢慢也没有了它的景观的好的视野了。周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天际线呢都已经被破坏掉了，因为呢，都发局目前所提出来的原则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这边往南边看，只要能够看到山的棱线，那建筑物的高度就可以了。按古列的所在唔咩啊？因为佢唔咩看出嚟喺一個高高嘅山呢，佢看出嚟看艋舺嘅片啊，艋舺嘅片較矮啊，所以他看出去的時候，佢看出嚟嘅是，當然那其他個看唔出嚟。呢衝擊就係對芝山岩嚟講，大概以前歷史嘅一部分都冇法度表現出來。一下自山岩的順後，至少就有12個大型的建案，冇就係獨建動態進行當中，一棟一棟的大樓動態起，消失的唔單淨係共享的景觀，還那影響到台北百萬年的文化歷史，嘛直接切斷的生態龍頭。因為呢個山係對陽明山嗰片落蓋，台北市內嘅是鳥類非常重要的經過的地點。所以按那講按尊重到人類以外嘅自然嚟講，其實那總係個奇妙沒以後嘅事情。因為生物棲息它有它的一個條件，不同生物條件不一樣，有的需要比較茂密的森林，有的需要比較開闊的草地。但是建築物包圍的芝山岩的話，有些生物就不會來了。自從建安落嘢，骨子裡就冇這個落嘢，火焰充滿唔見體咧。看在台北發展的過程當中，重要的文化島、生態島就關喺喺大樓當中。蔡天人韓國民間團體就當促建的聯合強下，希望做得有改變，嘛要求市政府要重視芝山岩的景觀價值。